Hello everyone， 我是王卡子雅，欢迎来到二玩传说。在我旁边的是没有人的 AB。我们今天呢，就是我们今年的2019年年度的最后一次的二玩传说。那不免俗的最后一集，今年度的最后一集，我们 AB 还是不负众望的，他说他会晚一点到，做一个木头的围墙啊，或者是做一个石头的围墙。你有这些东西之后，才能防御这些东西。那我们现在防御不了 AB 冲进来。还有今天这个圣诞节啊，对，为了你看圣诞节打扮了一下，好，圣诞节非常漂亮的一个圣诞节套装，那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他刚才 IG 说的那个发夹照不太到，这边照得到，这边照得到，这边照得到，这边照，来看一下，这样看得到了吗？画的很像了吧？很像什么？很像我上面画，我有画哦，有点像，这样还蛮像。我们现在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现在才刚开始10分钟而已。哦，太棒了！你知道什么叫生存类型的游戏吗？活下来啊。对，其实他讲的就是非常的敷衍，不是敷衍。我刚刚我们今天在他还没来的时候，我们跟观众讲一句话，就是二玩传说呢，到现在走到现在，非常感谢大家。然后今天已经走到了我们今天二玩传说2019年最后一集，他还是不负众望的迟到。其实我有点带一点效果的迟到，好不好？我上次前2次没有迟到，大家都用一种很失望的眼神看我是怎样。哦，所以你今天是故意迟到的，是不是？你今天怎么准时了？然后就是有点傻眼，大家就有点小落寞。我就想说，天啊，我准时错了吗？这样子。然后今天就想说，好吧，那我就迟到吧。我就想说，我可以晚一点点出门，但是我还是6点就出门，好吗？提早了1个小时。我之前是没有迟到，我是5点半就出门。好。所以我今天还是想说，我可以不迟到的话就不迟到，但是如果迟到的话，好像可以给大家有一点点开心。我跟你讲，那个Jin，下次在那个我们把这边一个镜头放在门口。我刚刚讲出那个，他们就在笑。我们等一下对你们没有办法想象我们这边现场的工作人员笑有多大声。他刚刚讲说我带一点效果的时候，现场工作人员在旁边。我跟你讲，真的前2次没有迟到，他们就这样，怎么来了？这样。你怎么来了？就是那个表情，那上面就写你怎么来了啊？怎么这样？那我们等一下怎么办？这样。等下怎么办？等下节目开始啊！等下 say 好的事情，好像说，我帮他做个看板，什么啊，那个什么聊天室好像没有说要迟到。下次我提供 GoPro， 我们连接线放门口，我想要把它就是每次冲进来那个画面，我们要把它剪成特辑。所以我今天稍微就是放一点点迟到，实在是有点效果，我必须这么说。我平常不做效果的，弥补他们上次的表情啊，他们上次让我表情让我有点心痛。那你觉得这是效果好吗？我不知道，我不敢看他们。我不知道他们效果好不好。对我来讲效果蛮好的，效果10分显著啊，10分钟10分钟，效果压到10分钟。不会，我觉得 OK，你就自己 free 的来。我下次咬吐司条冲进来好了，长的哦，对，还没切过那种哦，不是那个切片，这么大那种，这么大那种整条冲进来，直接冲进来。好，我们可能就之后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企划，或许会在现场开一些比较就是质感非常好的一些 GK 给大家看。我们现场可能会用一些画面带给大家看一些比较质感很好的一些 GK。那现场我们会在现场做给大家看，但或许还会有一些互动，让大家看看说我们这一次比如说，所以我们要跟那只公仔互动吗？不是，我是说跟观众互动。我们跟他互动干嘛？他不会屌我们。我想说平常跟电脑互动就已经蛮多了，就一个人在家自言自语这方面蛮多，还要再跟公仔互动。没有，你来现场的时候基本上我不会迟到。你来现场的时候我不会迟到，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迟到，我会跟你互动的。是，谢谢你。知道。是，然后就是这个，然后再来就是这一些公仔，在我们开完箱给观众看到之后，可能会抽给亮点，有可能，大概啦 maybe， 但是我们就之前回到我们之前讲，我们节目呢，在很多情况之下讲的东西都是有可能会实现的，就跟其实实现的还蛮多的，就像那些抽东西通通都抽出去。我们这个节目没有在跟你好笑的，我们这个节目从来没有在跟你好笑的。我们今天说要抽就是要抽，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之后我们做了一些开箱的这些 GK 啊，就是那种就算是大型的，我们说要抽，我们照样抽，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这个新的单元。可以开公仔。对啊，可以看内裤好开心哦。可以看内裤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完全能理解，就是你知道我们这个节目呢，我们的主持人除了我之外，就是最重要的主持人是 AB 跟可凡。那如果他们2个在现场的话，我就完全知道，如果我们今天是开始美少女公仔，他们2个是做什么事情？就是先看
为什么是为什么是有几件？不是只看内裤，是先看有几件？它一定会有内裤，不用先看内裤啊，就先看它有几件，然后看上面是草莓还是说蓝莓，还是有些小。那你知道有些 GK 它上面的内裤是布料的吗？我知道，所以要看有几件啊。你是要脱下来看？不然你要怎么直接剪开吗？我们因为你知道现在日本有一个新的 GK 的一个模式吼，它出了这些成人系列的吼。哎，你太嗨了吧！你嗨什么屁啊？你在嗨什么？就是你知道成人系列就是那种成人动画的那种，就是比较裸露的，我们不可以哦。啊，是哦，我们当然不可以，我会被抬啊！这是我的节目哎。没有啊，他只是人漂亮，就很漂亮，身材很好而已啊。不是那个胸部上面的那个的那个装饰是，你可以帮他穿衣服啊。不是你是他那种东西是不小心就会掉下来的。不会啦。会啦。不会。会啦。会掉下来都是故意的啦。他们超嗨的，他们那边在嗨什么？他们那边超嗨的。